說，說字共8筆。第一不豎，第二不橫接，第三不橫，第四不豎彎，第五不豎，第六不豎，第七不豎彎，第八不豎。左右列球。嗲柯的字義，嗲柯，表示驚怪，如嗲柯怪時，表示呵斥，說你這光棍，那麼簡單。嗲柯的詞性分類解釋，動詞，斥責、怒罵、管子，形勢解，烏雜之交，初須尚寬，後必尚拙。聊齋志異，卷2，聶小倩，女雲，夜無知者。右撮字，嘆詞，表示呵斥。史記，卷126，或溪泉，處小孫保國舍人泉，國舍人疾言罵之曰：啜！老女子，何不疾行？表示痛惜。漢書，卷54，李廣全，立正曰：啜！小卿良苦。